AP 世界物業顧問特約世界樓巡禮，為你搜羅全球物業之最。世界樓巡禮，主持魏美珍、莫佩文。大家好，嚟到星期六嘅晏晝啦，放假之餘呢，我哋會睇一睇喺世界各地有啲咩嘅好投資機遇。今日呢，我哋都會繼續留喺英國。英國我哋講過幾個城市啊。最近我哋即係大家都留意咗曼徹斯特，跟阿習近平主席去睇下有咩投資機會。習近平主席去完曼徹斯特之後呢，呢個城市好似唔同咗，好多人關心佢啊。之前大家睇樓都係睇倫敦啲樓啦 ，location 好啊嘛。主席去得嘅地方應該都唔會係一個簡單嘅地方。梗係啦 ，Michelle 係講緊幾年內咧，講10年內係幾多10億投資㗎喎。咁你哋 by experience 都知道啦，咁多大型嘅基建投資，個樓價一定有好大嘅上升空間噶嘛。起碼就多咗啲中國人去注意先啦。主席喺曼徹斯特承諾咗好多經濟計劃，包括喺機場嗰邊啊，仲有直航班機啦。另外好多中國嘅企業咧會跟住主席嘅步伐咧喺嗰度投資。所以我哋今日要再詳細啲睇睇咧，就係曼徹斯特嘅投資機遇。係曼徹斯特而家個城市嘅人口方面就大概有700萬人嘅，同香港差唔多。係啊，即係同香港差唔多，但係沙士大我哋好多喎。去到2025年人口會膨脹得好快喎。佢預計咧呢10年內啊，去到成 double 啊，1500萬人口嘅，由700萬去到差唔多1倍咁多。係啊，咁你話啲房屋需求係咪好嚴重咧？房屋需求一定咧就係好短缺噶啦，到時應該都唔夠樓住。咁點解個人口會膨脹得咁多？當然就係同振興北部經濟計劃有關啦。呢一個由英國政府提出，要振興北部經濟，點樣可以帶多啲人嚟咧？首先要改善交通系統啦。咁啊，以前我哋都提過啦，佢哋嘅交通網絡非常之完善。不過經過咁多年之後咧，開始有啲老化，好多站咧都會有一啲新嘅更新計劃，當中包括 Victoria Station 載客量咧會提升去到4400萬人次，好犀利啊！每一年4400萬人次。佢仲有嗰個曼徹斯特嘅Airport 個機場咧，會有一個大型嘅擴展啦，大概係10億英鎊嘅 expansion plan 嘅。海南航空啦會開始一個直航班線去曼徹斯特。係啊，曼徹斯特嗰個經濟效益咧，你頭先講咁多嘅大型投資啊、基建啊，會帶嚟5000萬英鎊嘅經濟效益噶。咁同埋佢嗰個機場咧個擴建咧有成8億英鎊嘅投資咁多嘅。咁啊，如果講投資機遇咧，唔好再集中咧係睇倫敦啦，倫敦都好似開到荼蘼咁樣嘅狀態。How Simple 咧就話未來10年最有升值潛力嘅英國城市就係曼徹斯特啊嘛。咁但係佢而家嘅樓價都唔係太貴嘅啫。係啊，唔係太貴噶，都係幾千蚊可以上車啦。幾千蚊一尺價，我講緊尺價。咁啊，平均個樓價咧大概係155000英鎊啦，而全國英國嗰個平均嘅樓價咧就係204,000英鎊嘅，都係相對咧喺曼徹斯特比較低水啲。係啊，你折換喺港幣嚟講咧，都係200萬至250萬左右啦，可以買到一層單位啦。不過咧，如果你喺曼徹斯特買樓咧，我建議都係買翻啲細嘅單位會好啲。係啊，因為咧佢嗰度嗰個人口係好年輕化噶，咁同埋好多學生群咧，記唔記得我哋提過咧有成10萬個學生喺曼徹斯特讀書㗎。係啊，以前啲學生讀完書咧就會走啦，翻自己嘅國家啦，或者係甚至去翻啲大城市，例如倫敦打工。但係而家曼徹斯特多咗咁多嘅工作機會，佢哋自然咧就希望留翻喺曼徹斯特工作啦。咁啊，所以咧就係有一啲新嘅年輕人咧就會成為呢啲物業嘅新力軍啊。咁同埋最近呢，有一個英國嘅物業估價署嘅報告咧，佢喺租金，因為頭先我哋話咁多人要租啊嘛，有學生啦，又振興經濟咁大基建，咁好多人喺度做嘢啦，佢個租金回報啊，喺過去12個月嚟講咧，曼徹斯特係排第2位噶，有成22.4% 升幅噶。係啊，咁啊第一位咧就係西敏寺，咁啊升幅方面咧就係28.4%，咁過去12個月咧租金係跑贏晒其他英國大城市。第二呢就係曼徹斯特，而第3呢就係紐卡素。其實都有佢嘅原因啊，佢自己本身嘅本地嘅需求又咁大啦，外來譬如你話大興土木之餘，都有好多人入去做嘢噶嘛，有投資商機啦，同埋外資都會喺裏邊，即係好多商機。哇，租金升咗2成幾，冇理由個樓價唔升。如果個租金
升咁多，樓價唔升，個回報率咪好誇？其實咧樓價都有升嘅，不過冇咁誇張啫。截至於2015年咧，頭嗰6個月咧，喺西北部嘅樓價升幅咧都有4.1% 嘅。咁但係如果曼徹斯特咧，佢嘅樓價咧大概係升咗喺0.4% 咧，即係喺7月嚟講0.4% 啦。相對都唔係升好多啫，0.幾個 percent 算咩數啊？租金升咗20幾個 percent，租金升得勁啲。曼徹斯特個人口嘅特徵咧，就係佢嘅年輕人比較多。解釋過點解年輕人特別多噶啦，因為新嘅發展區會吸引到啲新嘅外來人才，同埋嗰度咧有好多嘅名校喺度。通常啲學生會讀完書之後啊，飛翻去自己嘅祖國，甚至係去翻啲大城市，例如倫敦工作嘅。喂，而家當地已經咁多嘅就業機會，咁梗係留翻喺曼徹斯特啦，而且當地樓價平啊嘛，咁啊生活質素好啲。佢嗰度好多有幾間咧好出名嘅大學嘅 University Manchester 啦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都好出名噶。咁所以點解佢係喺英國裏邊咧最大嘅學生群嘅城市嚟嘅？同埋之前我哋都提過啦，人工咧可能曼徹斯特低少少，但係樓價平好多係嘛？係啊，倫敦係5倍樓價，但係佢人工係多少少嘅3成嘅咋。喺倫敦個居住環境冇咁好啦，因為住得細啲啊嘛。但係曼徹斯特你可能同一個 budget 已經可以住得大少少啦。針對呢一個年輕人嘅特徵咧，揀樓嘅時候，如果你係投資咧，就一定要留意佢哋嘅需求。大家庭為主嘅，咁佢哋會鍾情換樓，就留意啲大嘅單位啊。咁但係年輕人嘅世界咧，佢哋住嘅 size 咧就可能會細啲啦，可能係啲1房啊2房嘅單位啦，同埋有啲 open studio 咁咯。係啊，同埋佢哋係要求住喺市中心嘅。係啊 ，Michelle 咁快啲啦，可唔可以介紹一啲專家或者發展商俾我哋了解下多少少曼徹斯特嘅樓宇情況啊？頭先提到啦，年輕嘅租戶需求特別多，啲曼徹斯特有冇啲物業係啱使咧？我哋一陣間都會有個發展商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主席咧去完曼徹斯特之後咧，咪好多發展商咧嚟香港呢邊做宣傳嘅，唔知效果係咪真係有話習近平主席嘅效應咧？你估咧嗰啲家長會唔會因為呢個原因啊？我諗緊去英國讀書，不如又睇下曼徹斯特啦。曼徹斯特好多名校喎。係啊，有好多名校嘅，有幾間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或者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都好出名㗎。好，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再深究一下呢個習近平訪英嘅效應係咪真係可以帶動到曼徹斯特嘅樓市呢？好啊。反應熱烈，再度開售英國曼徹斯特物業市中心大學生租務熱點，供不應求。中國企業注資發展，刺激樓價，港幣150餘萬起，享3年6厘租金回報保證及現金回贈。物業展銷會本周6日11至5，九龍香格里拉酒店投資講座，下晝1點及3點，名額有限，登記即打35438328，35438328 AMTD 代理發售。